依家所喺嘅地方咧係錦田永隆圍嘅圍村入邊。咁以前咧，錦田咧其實係啲圍村人喺幾百年前就開始喺個地方度定居嘅。咁嗰陣時候，錦田都仲係叫做岑田嘅時代啦。南圍、北圍啦、吉慶圍啦、太康圍啦、永隆圍啦，跟住仲有泥圍啦。咁啊合共咧叫做錦田嘅6圍嘅。我自己就係一個永隆圍長大嘅人啦。第一次出去市區咧係18、19歲嘅時候，嗰陣時因為睇一個藝術系師兄嘅展覽嘅。咁嗰陣時一出到去就見到好多高樓大廈啦，見到好多唔同人嘅面孔啦，着住唔同嘅裝束啦，或者有唔同嘅生活嘅節奏啦。咁呢個應該就係我喺藝術創作嘅開始點嚟嘅，就係問下點解會有啲咁嘅唔同咧？透過藝術嘅語言，圍村佢係有一種自己生活節奏嘅小社區嚟嘅，有自己一啲節慶習俗啦，有時會唔捨得抌嘢啦，所以身邊成日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儲咗喺度。花果山呢個作品就係咁樣出現嘅，就好似寫緊一篇散文咁，入邊有寫猿猴、西遊記、科技以至神話帶嚟嘅恐懼。圍村咧好得意就係其實佢又有埲圍牆啦，咁嗰樣嘢咧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好似返學嗰張書台咁樣。寂寞島嶼呢個作品咧，其實有少少似係我細個同自己玩嘅時候，其實寂寞可能自己一個，但係自己同自己對話嘅嗰種相處或者陪伴，可能係呢個作品最想講嘅嘢。回頭睇返，我有時都唔知腦入邊嘅回憶係有幾咁模糊或者幾咁鮮明，但我願意相信一個地方帶到俾你嘅沉澱到俾你嘅氛圍係一種難以解釋嘅緣分嚟。就好似我而家願意相信化做光、化做灰嘅儀式，其實係一種語言，可以聯繫過去同埋而家嘅一種對話。呢種語言同埋對話同藝術創作可能係同一樣嘢嚟。伴隨住咧所謂呢個圍村嘅一啲改變咧，有一啲嘢係同時間飛歐緊嘅。呢種好似有少少碎片化嘅狀態咧，好似冇辦法去抗衡嘅。而嗰個都市景觀嘅改變啦，更加唔係我可以控制得到嘅嘢啦。比較樂觀啲去諗咧，就係我自己係相信嗰啲變到好似好碎片嘅嘢咧，其實佢沉澱咗一種習慣啦、喜好啦，或者係一啲深埋咗喺內在嘅，可能變為咗一啲甚至係天性或者係叫做冇辦法改變嘅一啲感官或者情感嘅嘢。咁嗰啲可能係萬變不離其中嘅一啲元素，相信係可以水過流行咁樣保存啦，希望係。